我已经讲得很单纯，也很清楚了。就几天以前，赫德根老师打电话给我，那我很忙，我根本没接到。我只有听到留言，他说：国昌，可不可以拜托你，要帮我借一下那个中心大楼的会议室，然后他要开记者会。那我跟赫德根老师是大学时候就认识了，那个时候一起在做大学法的改革。他是老师，我是学生。那因为那个时候有一起参加大学法的改革，我对赫德根老师也是我以前台大的老师有一定程度的信任跟尊重。那我帮公民团体借会议室，我帮公民团体借会议室，大家可以去查，这也不是第一次，有太多团体来找我，请他们帮忙借过，我就帮他们借会议室了。那至于说他们开记者会要谈什么内容，内容是什么，那个是每一个公民团体他们自己对于他们自己发言的内容要去负责的。那用我帮忙借会议室去做这样子的牵连，我昨天晚上在脸书上面我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那要去做这些无谓牵连的人，我觉得只是让我觉得非常的遗憾，非常的遗憾，非常的遗憾。这只是让整个台湾公共政策讨论的品质继续向下沉沦而已，没有任何实质的帮助。